我來關心天氣，今仔日各地天氣燒熱，氣象署針對全台灣10個縣市發布高溫資訊，尤其是台南，可能會連續3天攏會熱到38度。也若後一陣黃霜雨的鋒面是按算後禮拜5就來wat緊。不過有專家是講，這屆鋒面這雪凍的速度有較緊，這雨勢是一陣一陣，袂落上久。日頭赤炎炎，感受真燒熱。台北市早起10點外，高溫已經35度，新北市更較晚36度。氣象署發布高溫資訊，提醒各地天氣燒熱。台東縣有小雨發生的幾率，台南、屏東攏有38度高溫以上發生的幾率。未來一禮拜天氣像熱天。在星期4之前都是相當的高溫而炎熱，特別是在下禮拜2、禮拜3這2天呢，溫度是最高的。各地繼續高溫燒熱，尤其南部內陸甲大台北、花東、昌谷高溫有37度以上，一直到離島方面瓦近，天氣才會開始無穩定。到時中部以北甲東北部地區會轉為局部短暫陣雨，也是雷雨的天氣形態。其他的地區也有零散短暫陣雨，也是雷雨。專家指出，這波黃霜鋒面移動速度緊，刷落來6月初3會有過一波黃霜鋒面。目前看起來，這2波鋒面的影響，其實它的滯留性相對是比較差啦，就是屬於那種比較移動快的這個鋒面。專家也提醒，後禮拜起，菲律賓東方外海附近熱帶系統有發展做風態趨勢，有測路線會往沖繩華群島方向刷動，目前對台灣無直接影響。記者綜合報道。